不教名师吕捷首次跃上荧幕，与主播王宇京合作，主持3立全新历史型角知识型节目《旅读台湾》，用趣味的方式介绍台湾史。而这也是吕捷首次主持，为了录影，他向补习班请了2堂课，还婉拒4、5场演讲邀约，估计损失10多万元。不过他觉得值得，认为背负了一种要让大家更清楚了解台湾史的使命感。吕捷在受《Today 星光云》采访时透露，曾被骂吟诗为人师表，被骂当下很沮丧，但后来心态改变，反而变得兴奋。另外，他还说到，曾有过女学生向他示爱，但在觉得不对劲后，就马上对女学生进行开导，直说你对老师不是爱，只是崇拜，老师对你是关心，不是爱。等你读大学后，就会发现吕捷其实是个糟老头。接着吕捷还分享到，结婚前遇到一位外形成熟的女生，2人在聊天时我撩一下，喊她小美女，结果深聊后惊觉靠腰是学生，让她赶紧踩刹车。实习编辑斜线林宇璇